这把下一礼拜客家100专题，带大家来看国歌同国旗的故事。更加让人看到的国旗强天烹热满地红，其实是民国17年过后，让替全国表扬的。中华民国让建立的下一旗的其实是海军军旗哦。国歌也共用民国初年有许多的版本，一直到民国25年公开征选过后，让客厅歌谱，同时用国父对黄埔军校的训词来做歌词，都变做俺们更加的国歌。20年前，天降风送节做好欣赏一团 MV。无论是天降热还是好高度，在听到国歌做好嘅起好来，用当中嘅心情来唱，但是一到60年时间呢，还有上时这个回忆。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当时还没有完全教导这个国旗、这个国歌它的价值何在，我们只是被灌输了你一定要站好。但是转到国家早前，100年前嘅歌同大家记忆10万条无相款。中华雄立已出现，同天军歌喺民国将成立嘅时节，也是块政府还有北洋政府唱嘅国歌。有所谓的青云歌，还有所谓的这一个大东亚拼装歌，有好几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版本。连歌词都很熬牙难念了，你怎么会变成一般大家国民都能够朗朗上口的一种国歌呢？国歌是要给国民唱的，它不是拿来做一种好像演奏用的嘛。大家一下做好唱嘅国歌，其实国父孙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嘅训词，并有奇妙原来谱曲。民国25年考天嘅今年，中华民国媒体100受到邀请参加到德国柏林举办嘅奥运会。而睇啲伟大嘅先用2万名出嘅游热，先至行办一场国歌比赛，实际外嘅本中华民国国歌受到国际嘅注意同懊恼。世界各国听了以后啊，就觉得中华民国歌这个歌曲，它的旋律啊吸引人啊，或者是很有那表现一个国家的中华民国的那一种精神的一个国歌，受到肯定了。胸款代表国家民族嘅还有国旗。天阳白白总是地摆有零星下，做嘅唔同军用徽面。用生命保护嘅立面，强天帮热满地风旗，系大家做下啲嘅国旗。不过，同民国将建立嘅时节，中华民国嘅国旗系按呢个用。在张炳麟的这个协调之下，大家折中了，用5色旗来做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旗，海军旗就用青天白日加上满地红。对参议院通过这个5色旗作为国旗，他很不以为然。说5色旗是代表汉满蒙回藏，那为什么红色是代表汉啊？那个黑色代表藏族，为什么是汉满蒙回汉排在前面？那这样也不平等啊。另外，旗头同革命嘅连接通。里面青天碰义旗系由孙文嘅好朋友刘浩东来画嘅，大家共同嘅客家强人同第2嘅共主旗义牺牲拍嘅，所以两面旗对孙文来讲没有特别嘅意义。莫忘烈士鲜血满地，浩东兄，你的精神我们永远铭记心中。陆浩东
为了这一次革命惊奇，是第一个牺牲的烈士嘛。所以孙中山从那个以后啊，他革命成功之后想要建立的一个共和民国的国旗，他就始终要坚持要用这一面青天白日旗。天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，青天白日满天红旗，被总算飘扬全国，变作中华民国国旗。过了差不多90年的时间，里面本来代表革命的旗变做了各种的创意商品，创造真多的商机。另外，本来东洋式的国歌也是轻松唱、欢喜唱、摇滚唱。这条转变主要是因为时代目标化之外，被本人看到民主自由的价值同台湾的实现。新闻研究了记者综合报道。